大家南无阿弥陀佛。这句话呀，是古人所说的，师父把它写出来，我们彼此做一个交流了，大家互动。我要把这一段话介绍给大家。古人呢这么说：悔既往之失，不如防将来之灰。悔就后悔嘛，既往就是过去了，过去那种失就是你错误了，你过去的不对了，过去的一些毛病了，你一直在后悔，为了过去的事情一直在后悔，一直内心里面好像在有一种探究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没有帮助，对事情没有帮助，我们没有往前来推动。所以你一直后悔成过去的种种不对，那这对你来讲没什么好处，不如防将来之灰。倒不如呢，反过来我们要预防将来，你不要再错了。既然错了不对了，我们就改过就行了。那么我们如果将来呢，才是一个根本，人要活在当下，活在当下。那么我们倒不如来预防说如何就在未来的道路上面，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，不要再走同样错误的道路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，实实在在的我们面对的未来，这样子，我想我们人会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幸福的所以这一句话很重要，给我们大家一个充分的鼓励，不要再追悔过去种种的错误。一定要预防未来，不要再重蹈覆辙。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希望我们大家互相勉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